Hello，你好啊！今日想介紹嘅一個適合夏天嘅行山之旅，有山有水同埋有林蔭。喜歡行山嘅人，無論係春夏秋冬都想去行山。夏天行山，首先林蔭多，同埋最好有海灘，行到攰攰地可以落水消消暑。我一直覺得香港嘅海島行山係最獨特嘅風景，可以喺山上面享受精神嘅放鬆。落山又可以逛逛小店，食餐好嘅。今次就介紹由中環坐船半個鐘就可以到嘅南丫島。你可以選擇由中環去到索罟灣或者榕樹灣出發。我今次就選擇由榕樹灣出發，去到先食個午飯，逛下街，跟住去到下午先再出發行山。落咗船之後出咗碼頭，沿住右手邊嘅大街一路向前走，喺分岔路口見到呢個怡和路嘅鋪頭，再往左走，之後沿住大路一直走，中間都會見到好多村屋，之後都係沿住同一方向一直走。一步一步進入大自然。向洪聖爺灣嘅方向或者索罟灣方向就冇錯㗎喇。洪聖爺灣有好多茶座，可以喺度稍作休息，亦都可以喺呢度先游下水。呢度有政府嘅更衣室同埋淋浴設備。過咗海灘就可以開始上山。雖然係上山，但係斜度唔大，所以上山都唔會太辛苦。而且呢條路超過一半都有綠樹林蔭，所以就算夏天行都可以接受。冇幾耐見到呢個小亭子，可以稍為休息。其實今日係夏天比較熱嘅一日，但係我真係好想行山，所以我特登挑選咗南丫島。而我自己覺得就係呢段上山路比較辛苦，其他都其實幾舒服。去到呢個有一張凳嘅分岔路，我今日嘅上坡路就已經完成，再接起嚟就只有輕鬆嘅下山路。見到呢個蘆蘇城村嘅牌，就差不多已經到尾聲。之後就可以跟住路牌向索罟灣方向走。見到呢啲村屋度，只要記住只走大路不走小路，就唔怕走錯路。
餘下呢段路係我最喜歡嘅，景觀又開揚又平坦。去到呢度有好多指示碼頭方向嘅路牌。經過天后廟之後，就好多海鮮餐廳可以喺度品嚐海鮮。好快就去到碼頭，又可以搭船返屋企啦。香港行山就係可以咁輕輕鬆鬆，下晝起步，1小時完成，毫無壓力。